spend a while。有手機嘅朋友上場咧，俾啲聲嚟聽下先。希望神徒你哋 enjoy 喺澳門搞嘅 Vivienne Westwood 嘅珠寶展覽啦，因為佢真係會令到你大開眼界啦。而我今日都真係因為佢而啟發到好多我對嚟緊未來嘅一啲造型啦，甚至係舞台服裝設計啦，一啲嘅小心思啦，所以係啦，大家快啲去睇下。參觀完今次嘅 exhibition， 我覺得同 Vivienne Westwood 最有共鳴嘅一個特質就係去打破框框，但係又忠於自己啦。因為今次其實睇到好多一啲珠寶都係同一啲傳統嘅珠寶設計係好與別不同。咁就好似有感覺，好似我自己嘅舞台嘅一個感覺啦，都係一個push boundaries 啦，但係都要忠於自己嘅理念。